大家有冇發現搭扶手電梯嗰陣，地下成日都有綠色嘅光啊？其實呢一盞燈係我哋救命燈。呢啲綠色嘅燈咧，其實唔係裝飾嚟，佢最主要嘅作用其實係幫助行人咧去睇清楚電梯嗰條邊啊，防止佢哋可能棘親啊，或者可能叉錯腳咁樣。特別係啲老人家、小朋友或者分心睇手機嘅人。咁點解一定要用綠色嘅燈咧？其實咧，平時日常生活咧，大家係可能會好少見到綠色嘅光嘅。但係大家冇發現，如果係逃生指示嘅話，其實都係綠色嘅。因為其實綠色嘅光咧係人眼最容易識別嘅，即使可能環境好黑暗，大家都會第一時間見到綠色嘅光。By the way，其實最早期嘅電梯咧係冇燈，但因為曾經發生過可能啲行人叉錯腳跌低受傷，所以其實好多地方咧都開始規定咗呢啲扶手電梯咧要裝翻呢啲燈。有啲最辛苦嘅電梯，甚至如果感應到有人企錯位，啲綠色嘅燈仲變成紅色，甚至會自動放慢速度。但係呢啲高級款香港仲未有。下次搭電梯不妨望一望個地下，留意下呢啲光，多啲留意下身邊發生緊嘅事。仲有啲咩嘢想知，留言同我講啦，我再同大家分享。